用路已经勉强用来查资料，冇就搞游戏听听。有当道嘅同學都有啲命路行同人打仔鼓，冇就啲命路行同人交朋友嘅經驗。不過以下嘅冇生意，人都有可能會被命有傷害，被命有顛倒。今日就談談社會事件簿，向下來講下嘅，大家都當上一啲有不一樣嘅命友。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向義輝，我是小主播蚊子，我是小主播阿夢，我是小主播阿哲。歡迎收看2禮拜社會事件簿。剛剛節目一開始，我們看了很多跟網友相關的新聞。首先呢，我要請教一下現場3位小歐，誰能告訴我你們對網友的定義？黑馬該原來不認識，但是在網絡上面就認識的朋友。請問其他2位不同性別的小歐，你們同意嗎？非常同意。好，到底乜係命友？人成日群兩團同法，所以提前了了解係2個禮拜社會談議題。當久以前，味道嘅大家相互溝通就發明了語言，味道同當今的人溝通又發明了新的韓國電話。天科技近來更進步，我們開始用網絡、用手機嘅韓國電腦同朋友互通。不過，輕鬆又係，人都希望同朋友互通嘅過程當中，會得到認同韓國關係。安尼嘅需求就同示範水木係同樣嘅，係人類最基本嘅需求。我們開始用網絡同唔熟悉人來互通交朋友。不過，你有想過嗎？用網絡來交朋友有乜嘅問題，冇就危險麼呢？喺講大家直接見面嘅講法，能聽得到對方嘅反應，看得到對方相當樣嘅，還感受得到對方嘅感覺。不過喺網絡嘅世界度，常用打電腦，我哋想象對方講嘅話，韓國相當樣嘅，有乜嘅感覺，有一道唔想就想唔到嘅危險，就按嚟發生咧。Google 同移服聯盟作為2014年移交網絡安全調查，發現有超過1半的小朋友設定網絡後同唔熟悉人打嘴鼓。台灣教育部喺2010年作為學生嘅安全掃描韓國資訊素養調查分析當中，發現4到9年級嘅學生嘅桃園13年不認識9位網友，或者學生嘅認識網友桃園係2.4千個後就會約出嚟見面。不過唔有問過自家麼？我對啲網絡上交朋友危險了解幾多位？我哋安樣嘅就唔會發生危險麼呢？群你家兩團同法，其實呢個時候也做一隻調查，到底厲害國小嘅學生，佢哋係用哪條方式、用哪條問題來認識網絡當嘅朋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調查好不好？就是我們有調查98個人，然後看他們平常會使用哪些通訊軟體。Line 我有在使用，我動清楚哈。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RC 是誰在用的？我。來，你為我們介紹 RC 是什麼東西？RC 就是跟 Line 差不多，它就是可以視訊，可以有語音。如果你不想要大家知道你的 Line 的話，你就可以用 RC 來創一個群組，然後讓有共同話題的人大家一起加進來，然後聊這個話題。就是想要玩遊戲，然後聊天的時候就會用到 RC。它也可以加陌生人。可以。OK， 然後這個我大概知道是一個拍照之後上傳的軟體，是不是？阿夢，這個是不是你有用？就是很多明星藝人就會把他現在的動態或者是自己自拍照放到上面，然後就會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你們會用哪一個去找不認識的嗎？比方說，待會我們在節目中會進一步介紹這個 BeeTalk， 有沒有人知道 BeeTalk 是一個怎麼樣的軟體？它是你要先設定年齡，然後跟性別，看你要找的是哪個性別的人，然後你在附近，它有一個定位的系統，對，然後找離你最近的
有在使用 BeeTalk 的人。嗯哼，你们有人用过 BeeTalk 吗？那你怎么会知道？看广告。啊，你有看过 BeeTalk 的广告？那时候广告 BeeTalk 很多。曾经有大量的广告，是不是？来，可能来讲语言题后，你想看下进一步了解，到底其他的也係差唔多你只年紀嘅學生啊，要係用班看台對面有當交朋友呢一件事情，所以先嚟看一下下邊呢一段訪問。唔看，大家同學傻傻都有數據嘅，無論唔有幾多位好朋友，做親都幾多的地圖，用數字輕輕嘅就做得同一條大嘴鼓，講心肝聽話話。真的一條同學對網友有乜嘅想法呢？唔知道小學生做得搞網友嗎呢？不太好吧，我們現在這個年紀大概還比較懵懂一點，比較幼小無知。我覺得這種是要先經過父母的同意。現在是很自由的，所以想要交往就可以交網友。他們可能覺得自己可以跟同學說我的朋友感覺比較多。更搞個網友嗎？我有透過網絡遊戲交到很多個網友，大概是20個。大概都是交，最近是男的比較多，通常都是在學校裡面不認識，然後最後就會可能就假日約出來見面，出來打球啊什麼。那你們後來在一起嗎？有。你們交往多久？今天好像第13天。網友同真實的朋友有乜嘅正差呢？可能真實世界的朋友會比較了解彼此，因為會有比較真實、比較接近的互動。然後網絡上，就是可能有時候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也不知道他到底真面目到底是什麼樣子，所以就會可能會有一些危險性。我覺得這非常好，因為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我不太敢直接跟別人說我想跟你當朋友。可以透過網絡，就是跟他說的話比較不會那麼害羞。對被欺負的人來說，網絡交友就是在網絡上交友會比現實生活中來得好。對網友可以抒發情緒，反正對方不知道你是誰，而且這樣子你就可以把所有東西全部都講出去。來，我現在想要先請教一下，究竟交網友啊？根據這個調查，我看你們做了一個調查，它有哪一些目的？然後他們又是為了什麼交網友？這個調查是不是先請阿蒙為我們介紹一下？大家交網友的主要原因分成3個大區塊。第一個就是打電動。第二個就是聊心事。第3個就是有共同的興趣，比如說偶像或者是動漫。從你開始，你是哪一個？就是只是會談論。跟偶像，最近的生活，他髮型又變了，他好像胖了2公斤，是這樣子嗎？就是你為什麼會喜歡那個偶像，或者是你喜歡他哪一個地方，應該是類似這種東西。為什麼你不自己喜歡就好？你為什麼要管另外一個你不認識的人喜不喜歡李敏鎬或喜歡誰？因為我覺得自己喜歡就是壓抑在內心那種感覺，說不出來，跟爸爸聊又。所以是一種分享愛嗎？分享對共同那個人的愛嗎？也可以算聊心事吧。也可以算是聊心事。對。阿哲，你是怎麼走？你是哪一個？打電動，就是有一種遊戲是隨機組隊，然後如果那個人看起來就很強，然後你說會有什麼戰鬥指數之類的，怎麼知道？OK。然後打完之後就可以去請教他一些問題。所以網友讓你精進了不少。現在我先請大家看一個個案，一個例子，就是一對姐妹。我們剛才看到網友有3個取向，那這對姐妹比較特別，她不知道打電動，也不是有共同的興趣，他們在網絡上跟網友聊心事，究竟跟網友聊心事帶給她什麼滿足？一起來看下面這段 VCR。相對交網友會對人生活帶來乜嘅改變呢？為了了解這件事情，社會事件簿就用交朋友的軟體，我邀請小網友出來見面訪問。此外，我1周年總算請到有2姊妹肯接受訪問。今天來這邊，你沒有想過我們可能是騙人的嗎？我有準備3打人。可是如果是真正壞人的話，沒有用啊，他們力氣可能大。就跑唄。今天爸爸媽媽都知道你們來嗎？
就拿手机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说随便你了。那你们平常跟爸爸妈妈一天有没有讲超過5分鐘的話？沒有，他們太忙了，1-2分鐘吧。因為會用9為嘅交朋友嘅軟體。交友軟體大概3-4個小時，半小時或1小時。喺冇手機嘅家下，會做乜嘅事情呢？睡覺，躺在沙發上，然後自己想象有一個手機。下來，因請嘅兩姊妹畫嘅3張圖，分別係愛交朋友前同愛交嘅朋友過後，韓國愛嘅朋友。佢兩上人畫嘅圖都懂差麼？先來看這頁。是我交朋友之前，我在看手機的影片，妹妹在看電視，爸爸媽媽很少陪我聊天，所以我會找網友聊天。2個是我，這個是我的網友，我們在 FB 認識的。我覺得他可以跟我聊很多很多。我們2個喜歡偶像的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很開朗的人。我們2個聊天的時候都很開心，所以我畫了很多愛心跟亮晶晶。這是我交網友之後，好開心，有人陪我聊天。再過來看老媽爺。這是我交網友之前，這個是我，這是我姐。我比較少跟姐姐講話，因為就是找不到話題可以聊。這是我的網友，我們認識了1個月，都在聊電影的事情。我跟他聊天的時候很開心，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也很開心。家條都講交嘅朋友會行下歡喜，唔過也花都好嘅兩姊妹行起個個坐地談下兩天，行過這交嘅朋友過後，坐地對面嘅老妹就冇睇睇，看睇也隻訪問，唔要乜嘅想法呢？今天要教大家自拍的英文怎么说。Selfie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澳洲，是指自己用智慧型手机或者网络拍摄，并上传到网站上。到了2013年，也被牛津字典选入为常用词汇咯。你今天有 selfie 嗎？食下茶，我一下有夾夾真來喲。上半場嘅節目內容為大家紹介了1到6名與交朋友相關的內容，下半場是為大家繞場到一個來自兒童福利聯盟的專家解答大家疑問，為大家繞場到王俊傑、王先生、黃老師您好。大家好，我是兒福聯盟的韻璇。謝謝黃老師今天來到節目的現場哈。那我在開始之前哈，我也跟觀眾講一個，我們在這個節目直播之前，我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這個很多交友軟體，其中一個叫做 BeeTalk。所以，我們節目的這個工作人員就申請了一個 BeeTalk 的賬號，想要試看看究竟在網絡上，別人會怎麼樣跟我們互動。我們當初在申請這個賬號的時候，我們就設定自己，實際的年齡是12歲，是國小6年級的女生。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我們公布這樣的資訊之後，其他的網友會怎麼樣來找我們互動。有嘅聲音係太容易操作嘅，過程當中講嘅話唔會調試，而對方講出唔好聽嘅話。所有嘅對話喺節目製作過後都會縮睇，韓國唔會公開朋友嘅資訊。我們放了一張這個只有露臉的大頭照，那個照片其實不是很清楚。結果，來蚊子你先念好不好？第一個他的回應他怎麼講？他眼睛真好看，他想跟全身照。對，他就直接就說想要，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大頭照嘛，他想看我們全身的樣子。那接下來，然後我們就跟他講，我不想要讓你看全身照片，我覺得自己有點胖。這應該是發育期的關係，不是胖，長大就好了。來，你覺得這個對話，你的看完之後，你的感覺是什麼？很尷尬。這樣子就讓你覺得很尷尬。來，我們看下一張圖。我們說我們心情不好，很煩。就很煩，我班上的。對，就班上一些事情啊。結果呢，他說了什麼？你這兩句話大聲的念出來。寶寶。我們看一下3個小歐的反應，然後他接着講什麼？在同一分鐘哦，毫不思考，他就講出下一句話了。討厭色男嗎？來，上一張讓你覺得尷尬，那這張圖的對話，不懷好意。不懷好意。
我觉得他对话内容很像青少年，然后我想说，为什么青少年会想跟一个12岁的女生就这样说话？那现在是因为有马赛克，我们在没有马赛克的时候看得到跟我们对话的人的照片，我们判断呢，他大概是超过25岁的人，所以是一个比我们设定12岁年纪大1倍更多的人。可能是他没有女朋友吧。所以，我可以跳到结论，你觉得他想要透过 BeeTalk 找女朋友吗？可能吧。黄老师，我不晓得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哈，我们其实想要看到就是实际上网络的互动，这个是一个已经有一点危险的状态了吗？我们要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小欧们？首先就是说，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不舒服，就直接可以把它关掉或把它删掉，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做法哈，不用容忍他这样的行为，因为有的人就是想让你觉得不舒服。那我们的调查也确实很多孩子表示说，他曾经在网友上寄一些不雅的图片给他看。那另外就是说，当对方对你提出一些比较不合适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其实他一开始就提了全身照，这也是一个很特别。为什么我们没有聊什么，干嘛要看我照片？哈，那或者是说有的还进一步想要提供比较清凉或是比较裸露的照片，或者什么让我看你的身材等等的，其实这些当然都是比较不正当，这我们可以想。那再来就是有的时候会装熟的去了解你一些基本资料，可能会闲聊嘛，聊说在哪里念书啊，普通住在哪一个区域啊什么的。那我们也要了解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有时候其实这些资料都是不适合透露给他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拿那些资料来对你做什么。如果在法律上有管制这些人吗？当然，如果他跟12岁的孩子发生一些超友谊的关系的时候，当然他是有违法的。但是像这样的骚扰，其实我们是蛮困难透过法律去制裁他。如果他突然就闲聊，然后他就叫我们见面，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他就威胁说什么，我知道你家住哪里哦，什么我知道你的 IP 对不对？从 IP 查你家的位置，盗用你的账号啦，或者是知道你在哪一个学校上课，就去学校门前堵你之类的。如果他对你有一些威胁跟恐吓，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立刻求救啦，因为你也不知道说他会不会对你真的做些什么，有可能他是吓你的嘛。那可是我们怎么判断说他是不是真的会对我们做出什么？可能就需要跟一个比较跟成年人一起讨论。那很多同学们都会疑问，就说：其实我在网络上互动的很好，他像是我的知己，然后他跟我教我很多打电动的秘技，我究竟该不该跟网友见面？那我们也问了一些同学们，我们先来听听看同学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唔知道小學生都在同網友吹氣嗎？最好，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危险。我在网络游戏有交一个男生网友，他约我出去，可是我拒绝他，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之前看过很多的那一种跟网友出去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所以我拒绝。係講我同網友約出去，我要注意按到乜解呢？要先知道那个人的个性是怎样，然后会不会去伤害我们，然后就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我的话，我会带多一点朋友去见网友，或者是请家人一同陪。不能自己一个人去，然后要有家长要知道，然后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去这样子。你强搞专家之前看到小朋友自己有動到想法不？來，同學們跟網友見面做些什麼事情？我們也做了一個調查，將近有100個同學的回答。就是98個人裡面有12個人是見過網友的，然後他們見網友通常都是逛街、吃飯、看動漫展、玩 game、玩 cosplay。所以。超過1成的比例啦，黃老師這個比例，我想跟可能兒福對於一般兒童跟網友見面的認知差不多，不會很大。我覺得首先剛才其實孩子有提到，就是說不要單獨啦，就是說我們並不知道他是誰，那我們可能透過很多管道，比如說因為一起有共同興趣。所以我們想要碰面，那可是我們其實不適合單獨的碰面，那或者是說有一些基本的，包括說你是不是可以跟你信任大人講說你要去做這件事，然後也讓對方知道說其實是有人陪我來的，那等一下有幾點會來接我走，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安全的保證，就是說至少確定我們不會單獨跟他在一起。
前几次的碰面一定是要人多，又不要去一些比较这种封闭式的场所，因为这样子不论是逃生也比较容易嘛。不跟网友见面，就不跟网友出来见面，就一定不会有危险吗？其实之前很多新闻也有讲过像诈骗的危险。所以，或者是像我刚才有讲，像个人资料，就是你如果告诉他很多你个人资料，他可能会盗用你的个人资料，比如说登录一些要付费的账户啊什么的。假如他已经知道你够清楚。那讲到网友后，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个个案。那他认识的网友就属于是年纪比他还要大，而且他刻意想要找比自己年纪大，是根据什么理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网友他的例子。在外事 camp 来到北部一间较庄下的小巷，有附近呢像看得到田丘、娘坡韩国铁工厂，无从态度是按闹热。而我采访的对象是读国小6年生的小阿嬷耶，味道的保护剂、夹面、韩国夹生都要有特别的处理哦。唔肯用人看也妙以为呢。觉得他们就是会告诉我比较多事情。我平常一些朋友就不太会啦，他只是跟我说说笑笑而已。对，我觉得很少人在关心我。对啊，因为我妈妈没有在我身边，顶多只能1个月跟她见到1次面。对，然后爸爸就是要忙工作，因为爸爸做铁路局。今日爸爸的有够妙有梦呢。上次就是出去被发现，结果爸爸知道，就都有骂我。其实我有一次也想试着跟我爸沟通，就是想跟他讲讲网友的事情，可是到最后，爸爸还是跟我讲说，希望我不要再认识那些网友，他还是觉得那是不好的。可是我好像并没有把他话听进去。我知道家人这样讲我是为了我好，可是不代表网络上的朋友是不好的东西，也有一些是好的啊。只是要透过判断，你就先加他聊一下，你觉得聊得怎么样？然后再判断，觉得那时候聊的话题，你觉得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没有人教我，老师应该也不会教我们吧？对。我首先请教一下3位小欧，有2位跟他一样是小6，而且是女生。听了他对于他自己跟网友见面的一些说法，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觉得他好像变得很成熟的感觉。因为他父母的关系，他没办法抒发自己的感情吧。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同学？当然我也感觉到，确实他在生活中有点寂寞啦，所以其实他想要追求像这样子交朋友来，一方面提高自己被关注嘛，别人跟你聊天就是一个关注。他一开始讲，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我。对对。那我这样请教老师哈，像刚才那位同学，他不是不想跟爸爸沟通，他也坦白说，他试着跟爸爸讲这件事情。儿父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给父母也好，给小欧们也好，针对网友这件事情，彼此能怎么样有一些共识，然后有一些相互的谅解？是，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的世界也是我们一个交友的管道，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家长就是说，不要把话说得太绝或者太死，反而把这件事情地下化了。从此以后，孩子还是去见网友，但是不告诉你，这样子其实他承担的风险更高。那对于就是小欧来说，我会觉得比较建议是说，如果真的不能跟爸妈说，那就找一个你信任的大人讨论看看。说到底，我去做这件事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我顺着黄老师的话哈，大人的身上可以获得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是否对错善恶，你不见得一定要照着做，但是至少你多了一个参考的来源。谢谢黄老师宝贵的建议，时间懂得也叫礼拜节目内容到了尾而结束，最尾强调开发阿哥我强调各位爸爸妈妈，你的小朋友要明就冇，很噶，你的小朋友要明白沟通。到明就2件事情，各位友好好想就好。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当然，下周礼拜六下午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社会事件簿》。谢谢大家，谢谢。台风中心是一个低气压，因此所有的风都会被它吸进来。在北半球是逆时钟方向的旋转，台东在这里。对。因为这边有中央山脉，因此这边吹来的风都已经被中央山脉挡住了。